各位單身男士，如果揾我配對服務有4大好處啦。第一個好處呢，我呢度全部單身女會員嘅資料呢，同埋照片都係真實無誤嘅。各位男士唔需要擔心貨不對版嘅問題啦，慳翻好多時間啦。第二個好處呢，就係我呢度嘅女會員全部都經過篩選啦，90%呢外貌質素都達到平面 model 級數以上啦。咁第三個好處呢，就係我呢度大部分嘅女會員呢，性格都好好啦，佢哋願意照顧男人嘅感受啦，同埋提供情緒價值俾男士啦。咁各位男士咧，同呢啲女士約會咧，都會覺得好有 face 啦，同埋相處舒服啦。咁最後一個好處咧，就係我呢度配對服務個流程十分簡單啦，入會同埋揀女仔咧都係線上啦。咁跟住如果你揀好想見面嘅女仔咧，咁我就會幫你安排同個女仔線下見面啦。咁線下見面咧可以係咖啡啊，或者係餐廳都 OK 啦。咁咧，如果各位單身男士你想脫單啦，又或者你想認識高質單身靚女咧，咁你可以快啲 IGPM 我配對服務啦。咁你入會之後咧，我會好快安排單身靚女俾你揀啦。拜拜。